接下来我们来看长篇写作作文。写作文的时候有几点要注意：第一，要达到题目要求的字数；第二，至少要留一半的考试时间来写；第三，要注意写题目之前要空4格，每段开头要先空2格；第四，要使用标点符号，要书写正体，不可以写简体字哦。作文是书写的综合能力，要提醒大家，第一步，题目一定要看清楚，如果文不对题，那问题就严重了。第二步，要先想好整篇的文章，你打算怎么写，再下笔写，不可以边写边想，这样时间会不够。第三，文章一定要分段，不可以全部混在一起。第四，当然，正确的用字、词汇、文法、修辞，还有标点也很重要。第五，要尽量使用客语特征词。另外，如果你可以配合主题，使用客家的谚语、楼古音烟、歇后语、四符法，文章也会大大加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从拿到一篇作文题目开始，来思考怎么审题、构思、呈现文章亮点，到文章结尾。首先，审题是非常重要的，看错题目或没看清楚，写离题了都非常扣分。审完题就要接下来构思，你必须在下笔之前就想好各段大纲，建构文章整体的蓝图。文章主要内容必须有亮点。论说文，你可以利用正反不同观点来呈现，而记叙文或抒情文一定要能具体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的事物。文章的最后尽量配合自身经验，回扣主题要求。很多人结束文章时常过于匆忙，而忘了扣回主题。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哦。